一踏入春天咧，好多花花草草咧都準備開咯喎。嗱，即係提緊你啦，今年香港花卉展覽咧又開始咯喎。今屆主題花係秋櫻，主題係綻放英姿。秋櫻花瓣輕而且薄，隨風擺動時候，仲會散發出溫柔動人嘅氣息，更加以旺盛生命力而聞名。極受攝影發燒友歡迎嘅鬱金香花海，主題秋櫻花立體花牆，今年花展梗係唔少得啦！龍友們快啲嚟影相啦！想環遊世界唔使再搭長途機啦，因為今年中軸園圃將會包含以花卉設計嘅世界各地名勝同埋地標景觀。亞洲嘅喜馬拉雅山同埋富士山，美洲嘅仙人掌小屋，非洲嘅野生動物，仲有歐洲各地嘅古典建築物，希臘嘅藍白小屋等等，我帶大家去個旅行啦！你睇大大個風車，藍天白雲之下較啱角度，真係以為飛咗去荷蘭啊！去到全運會特色園圃，以月動做主題，配合主題花秋櫻同各式植物，仲特別加入吉祥物喜洋洋同樂融融，都係一個特別嘅打卡位置。而一如以往，國內唔同嘅城市都有參加花展，大家嘅設計都落足心思啊！香港品牌龍躍起舞花牆滿布康乃馨、嘉樂花同埋大菊花，都好值得欣賞㗎。至於大自然的禮物，園圃佈滿繡球花，中間一個大型禮物盒，相當觸目。周邊仲有好多禮物盒裝飾，甚至可以坐入去打卡啊！當然唔少得18區地區設計嘅園圃啦，區區都各有特色，大家仲可以喺網上投票選舉自拉園圃，贏取機票同埋獎品，記得投票啦！今年有8個政府部門參與花展，分別有建築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房屋署、發展局、渠務署、環境保護署、路政署同埋懲教署，每個都好有特色。除咗政府部門，海洋公園創作咗象徵度極高嘅大熊貓雕塑。除咗球場正中央，花展兩旁嘅位置仲可以欣賞到唔同花卉好靚、好有心思嘅花藝展覽、盆景展品、銷售攤位，仲有千祈唔好錯過花婆婆家具藝術作品展，同埋稀有加珍貴植物展。中央草坪嘅花技廊入邊，亦都有市民參賽嘅花卉作品俾大家觀賞，同埋有好特別嘅大茶壺與小人國花藝佈置。而大草地仲有熊貓大隊俾大家影相。展覽期間，大會會舉辦一連串教育娛樂並重嘅活動，包括現場街頭音樂演奏、學童繪畫比賽、攝影比賽、植物展品比賽、文娛表演、花藝示範、綠化活動工作坊、導賞服務、康體活動、親子遊戲等等，活動內容好豐富啊！再次提提大家啦，咁花展係開到3月23號朝9晚9開放。咁夜晚有好多好靚嘅景點啦，咁個嘅大型花圃咧都會佈置出一個勁吸睛嘅燈光效果，咁就融合咗一啲咧勁難忘同埋勁特別嘅一個光影世界喎，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3月19號下晝3點，我會聯同2位康文署園藝導師，同大家直播花展嘅盛況兼講解花卉知識，仲會同大家玩有獎問答遊戲。記得留意香港01或者康文+++嘅 Facebook 直播啦！